2025年，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的社会，也就是每5个人都有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。长辈上惊的就是跋倒，尤其骨质疏松，容易造成粉碎性的骨折。过去医师拢会用传统的下压式骨板来固定骨质的稳定，但因为垂直下压影响到血液的循环，后来有了附属式的骨板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甚至第2代附属式骨板，还佫增加侪种的角度，会用的避免因为骨质疏松所袂到的困扰。今年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，我们遇到骨质疏松是比以往更加的严重，更多的病人有骨质更加的疏松，所以这时候附属式钢板它由于是要正向的锁住才会固定，你只要偏一个角度就固定不好。但是现在因为骨质太疏松，遇到骨折非常的粉碎，你在锁附属式钢板的时候，因为它要垂直下压，正向胶，所以有时候你想说我要锁那个碎片锁不到，所以在5-6年前开始有多角度的附属式钢板，它跟传统的附属式钢板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说它可以有15度的自由度，你想要偏左15度、偏上偏下偏任何一个方向有15度的自由度。那当你想要锁那个碎片，就是可以这样锁过去，同时不影响附属式的结构稳定。贵综合病院骨科主任吴国珍表示，经过2年前欧洲骨外伤医学会的研究证明，对着远端桡骨骨折，使用新式多角度的附属式骨板，会比传统附属式的骨板更加好。不但愈合后的手腕功能，甚至手术的时间嘛缩短。但附属式的骨板健保并无来给付。目前病院对去年8月引进，到目前已经完成48例远端桡骨粉碎性骨折的病人，提供患者侪角度的选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